竟不应拿出安太旁的事情啊！你嫌爱，你嫌爱。大姨，我记错，我记唔错嘅，我实在是可以体会啦，但是我给发现到，我怎么用布头来打不一死？哥，我在我职业面子上，救我啊，救我啊！救你！哎呦，你也是救你做得唔过嘛？好，唔过嘛？你也上好几年嘞，一度诶。唔过你啊吼，是人命关天噶哟。哎呀哎，还有呀，有款是属于了啦。哎有了咋？我一天会帮忙你，我会让你处理。感谢自从。知万民，烦啊烦难空，有催生来有催生，生生规范啊，来走公判啊，不打论不内的知情的知情。这人带上来。深夜空宫，公夫心。报名上来。太人，我命恨做了方言。啊？哪里人士？信用验人士。信用验人士有乜嘅言情？可以到在信用府共同考过，怎么来在洛阳府呢？信用验嘅太人，唐信他人之言，不信我的诚信。
将我赶出公堂，不得已我再来到洛阳府控告吗？当他人之言，不信也澄清。既然有这事情，本府一定会太人申言，奉迎从头说起呀。太人呐！榕树，没有太过，难道另有他人吗？世间有空，因苦话面，归岁岁里风间，我心风内是空相思，就见叔父一命归天。叶凡芳，你可有对信用人的太人说，这样人他做如何的判断啊？有，我有讲的认得负面人，就会给来捕头。他这方面人，不用把人认得出。太人，负面之人，甲面上有一粒字非常的明显啊。啊，这样人，信用人的太人，可怎样把人讲呢？言太人讲，我九强实切，胡乱言言不足才信，将我是赶出公堂。常道不言呐，怒从哪来天呐？莫命我来怒来过吧，用心莫天呐，糊涂怕哪来事啊？真不哪来个呀？困过哪来快呀？你来生那边呐，莫调查清楚，就将你赶出，其中必定有缘故。莫爱让人，本该会重新审问，你现在去3日之内等候收拾。小太人。爱人啊，来！快马王进信用院，请让第一太人带到安营监铺来拆洛阳。遵命。参见地府太人。不用一旁同坐。要得。想问太人，
险爱来到之天，唔知有乜嘅事情啊？家弟烟啊？信阳烟前几年，干是不是有发生命案嘛？太爷，有，发生一种谋财害命嘅案件，也唔过呢，嘿嘿，凶手做出破案嚟，也好捉到你。凶手做到诶，系唔系命很刘强啊？对呀，太爷啊，你让我弟讲，这凶手系安怎刘强啊？刘强喺落外，刘凤英来采本府，又来控告，讲你是非于不明，判案不公，因为凶手另有他人，才了案发当日，三更放歌，刘凤英又看到面上有字嘅封面人啊，走出房间内，所以既然系吃人嘅凶手。但是怎样共同所在，封印之人、封面之人，就是赖捕头。你为何无审问，就将刘凤英赶出公堂，如何？太爷啊，你啊有变改哦，案发嘅当日，挨老赖捕头，两三天嘅后堂嘅所在。谈论公务，差唔多3更嘅时节，我让去休息，佢来捕头带公差，让出去巡场。嗨，佢刘凤英讲乜嘅嘛？3更让高铁天天，就看到来捕头覆面，去点中吃人。那除非佢来捕头要浑身自述咯，所以咧。一个封印啊，佢为救家国刘强，哎呦啊，在公堂胡乱演，所以下个呢就唔信嘅个陈情，将佢揪出嚟个公堂外。哼，你讲嘅真是有理，案件簿可有带来嘛？就猜测。来人啊！将案件簿交把倒在后堂，本了夫人，讲来今夜有审案。现在见到人家的人，你听我转去一切的政务，一个刘强带来洛阳，我今夜也审刘强。刘强，原来也有好消息要对你讲。对，嘿嘿，刘强啊，
凶手已经捉到，你可以回嘞，可以转去，离开。听你哋讲，我就可以转移咯。对呀、正经的啦，太阳公你做了准，就做了准的嘢。感谢太医。不过，凶手捉到诶，到底喺马上吃我嘅叔父，应当我来问清楚。太医，我想问，到底凶手喺马上可以让我讲么？啊，这娘你们真蛮好奇的，你想爱爹啊？我老你讲，凶手却娘老妹刘凤云。好，莫，凶手咩封印？封印冇可能係凶手啊！哈，对了，对，我老你讲，你呀，所以了解案件老你无关系，好夹去转嘞。大封印啊，让我做啊事啊！色彩有卡龙啊，爱子你啦，用啊红，夫人呐公啊。你莫非呀，讲的眼马菜呀，老爱穷呀用啊，神啊，对此啊去，以爱来救胸中啊！不可能，係我老妹去此時叔父。一天我老妹想無辦法好救我，佢就會犧牲自己，我來又冇做劍技，看我老妹為我嘅失去，那愛是把我接家來，好，太爺，凶手咩封印，係我自己啊！哦，该这个公堂，样板口供唔走，来，你讲系为乜该为慈禧那个属肉嘅？爱係因為我好賭錢，欠人當多，看到我叔父的珠寶，於是我把我氣他，我頭部加下，我就我頭部殺人啦。你按讲也有道理。好，只要你口供下不爱，爱此人的，我表伢老妹刘凤英转去。这来不头，哎，可有准备治病咩嘢呢？这边好些嘞，来，不下，再给我一下。哈！天哪！
向外多次的挂心中，分明本人来言我，哈，该喊皮呀，也该云呐，泪呀，爱来下跳江啊！来，来看哪里？果然很人很刘强子，老了个刘凤英没关系，来不及。哎，你爱记得将凤英不用费，不用费呀！孩子，我们标记这里。为什么要来答应啊？大人，请为爱做主啊！废哥，你爱本干，为你来做主嘛该呢？大人，你不是看过你判案，一时好奇，才问我的头头，来讨你讲，一大是属牛，大人啊，属牛就是我的父亲啊！哈？属牛，算将就是你的父亲。好，你放心，本父一天会推你不言数，你先下去了。感谢大人。先判刘强好赌神心，为了赌债，竟然看破海市属牛，现场有探子以铺头为证，真无财产，也有你刘强所下的亲笔条章，于是等上司的公文，本府就判以刘强斩一点，明天送上。你莫查清楚，来暂时刘强，难道你脱得了人家的关系么？啊，讲这呀，感谢父你救命之恩。啊，这天无对我去，也准也着哈好改案了，那本也改枪枪的啦。无，这天黑暗的错，这天黑暗的错，无啦。我挑死人的嘛，我洗澡我甲贴死人，也都做唔对。你问王秀满啊，是你们自己听错啦。这跳这我过去香港，这拢刚才去做的，我拢手安尼，拢手惯死啊，唔知影恁遮变安怎。人家就哈，我改到安尼网讲网推，我哪有法度无？是啊。